赖床就赖床，赖床。我跟你说，所以你赖床的时候，你就会说，哎，你瘫痪了吗？你就瘫在那边不想动啊，那就是瘫痪，就是你发瘫风。赶快恭喜上美麗客家人。大家好，我係恐龍 L 兄巴利年。大家好，我係大家香港客家人。依規則，答題節目組會分享關於同客家史、韓國本來邊同客家嘅用法同意思，演出提出第一分，送來問你係基本的客家人輕鬆哦。好，很棒。我们今天这一集呢，就要跟大家来分享“发”，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字吧？“发”这个字的客语。那我们先来跟大家来学习第一个“当发”，当发，它有2个意思。答对一个就可以了。哇，你们是不是哦？写太快了吧？干嘛？那气势凌人。我们都是很发的人啦。对啊，气势凌人。因为发好像本来就是一种有钱的意思啊，就像发财什么的，然后感觉就是懂有钱，然后发出来这种。发胖就是你发福嘞，就是发福了哈。是饭，东发的吃饭喽。吃饭。好，有人答对了，但是我还是要给你们提示，让你们再猜猜看其他衍生的意思。OK。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完全没有人猜到。面包，这是面包吗？粮食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吃的吗？哇，原来他们会直接给答案。我不知道这个单元原来实际是直接，你刚才写面包，面包。公布解答，一个意思呢是指发笑发得很漂亮，第二个是很有钱的人。基本上我就是教科书，谢谢大家，暗自 C 张软撩，谢谢，你还好，膨胀还好，我有发财，你贵对。四线腔懂饭的意思是发笑得很漂亮，很有钱的人就是懂 boy。接下来第2题，这个看起来好充满，这个有点涩涩的，充满费洛蒙还是？这种我就最会。哎，你又要写什么？不要写那么难听的字哦，我跟你讲。你在干嘛？请翻版。而且你行为的行还写错，写错了，好可怕哦。发信啊，就是发生性行为。好，我们有接近的答案，让我们来上提示。哎，那个姿势不能动啦，那个姿势是这样子的。他有 say 好的，他在糟蹋人家啦。我靠，形容的这么到位吗？请翻版。还在发情，还在发情。不要抄我答案，我上一个答案就是发情啊。你们2个就是脑袋都在这样子，没有我脑袋都在发情。我改了，你根本你们2个都一直在同一个圈子，一直绕，你们2个都是变态。你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啊，吃暴力的意思。性情暴力。好，我们恭喜对知识没有奇怪见解姜老师答对了。这个发性的意思啊，是形容这个发脾气、牲畜发脾气，它是生气、乱发牛脾气，突然间咬人那种感觉。四线腔叫做反心。第3题，反字。字，请翻版。生男生。有接近但没有答对，但我的提示你们都已经写上去。我的提示是它是形容人的身体状况。我觉得我应该是非常接近啦，我觉得应该是长什么东西在身上了啦。写好了，请翻过来。他说着床，不得了，会往那方面去想哎，身体的东西就是。公布解答，姜老师，你真的有可能不字2遍呢。真的是不字吗？不字，它是形容妇女在怀孕的时候害喜。哎呦，我要不字哎，我想要吐。是不是他？他们这样不他只有接行吧？近，没有真正的不可以，答对。我不同意给他们2个太可怕了。那我们来学一下四线腔不字。好，下一个。旋风。确定这个字是颠吗？贪。哎，延伸出来的意思负面。OK， 中了。赖床，因为瘫痪啊。赖床就赖床，赖床。我跟你说，所以你赖床的时候，你就会说，哎，你瘫痪了吗？你就瘫在那边不想动啊，那就是瘫痪，就是你发瘫风。我们先看看提示。好，
每次我们骂他骂的那么那个的时候，而且他猜对的。因为他做这样一定有他的道理。好，请翻版。哎，你这写的很好，我觉得。我们来公布答案。它的第一个意思呢是中风瘫痪生病。不是你刚刚说你干嘛刚刚骂我骂的要死，往死里打？第二个意思呢是形容一个人极度懒惰，什么事情都不敢做。他100分，我当场给他拍手，真的，我至少我的记忆。谢谢谢谢。啊，四仙腔叫做半瘫风。坦风，形容是瘫痪的人，或者是非常非常懒惰的人。从头到尾完美答对，不大家看到我们就是这么野蛮女人，一直在我们就是这样骂她，非常的不理然后她就一直性，答对，真的很棒，不能小真的觑。尖叫，掌声加尖谢谢叫。大家，谢谢观众朋友。人生就是这样不可貌相，真的不可貌相我们要啊！多他答那礼物。什么答案？他是那个王者哎，天哪！他真的是客家王者，给你了，给你了。